继续来看高雄市长的补选，李美珍今仔日接受到专访，讲台湾袂当是一言堂，伊讲会争取更较侪认同，来证明高雄绝对毋是青甲的出接。也毋过，这个话单机嘛是听到真刺擦。伊认为过去互韩国瑜机会时阵，早就证明高雄毋是一言堂咯。我会相信你。 一切有尽头。伫广播当中，是新人说李美珍现场开唱，会永垂不朽。这首歌是红豆，李美珍想要靠创意和创新，互大家更较了解伊，争取更较侪认同。大家看，而不是说我们高雄是绿岛出资。我觉得我想证明的就是李美珍这段话，但期来做有意见的。过去有互韩国瑜机会，嘛证明讲高雄毋是青甲出接。假如这个高雄是一言堂的话，怎么会给韩市长机会呢？发展基建型的优势产业，我觉得这个目前是应该是最重要的。招商的问题要安怎解决，也无法度讲得清楚。但期迈提出过去伫中央的经验，证明伊做熟手的。未来侨科也会吸引包括日月光或者其他的国际大厂。安怎拼经济？代表民众党的吴益政伊嘛有想法。环保跟所谓的产业高附加价值。 高雄要找这样的人才跟产业进来，那不是说猛猛去招商。要安怎让高雄人更较好过？3位候选人都有话讲，想讲的话会当感动选民，唔免一个月咱就会知影。